来看国外，这日本七八县有一间动物园，有一只古锥的高山仔囝，号做胖翅，已经出世，就互老母来放杀。后来这园方是送伊一只布王仔，无论伊行去倒位，伊拢甲伊扑条条。这款可怜的处境，嘛引起众人的同情。动物园外口排甲热热长，大家拢是足期待的笑容。因想要看的是过去一礼拜红起来的梦象，简单6个月大的日本狗胖翅。这只狗仔囝伫去年7月出世，今年1月才开始接受训练，准备加入狗群。不过胖翅并无互亲生阿母疼惜，可能是因为天气伤热，或者是亲生阿母的经验无够，所以动物园先互伊一只红毛猩猩的翁仔代替阿母安大伊的情绪。胖翅毋是甲翁仔结小念，就是趴伫管理员身上的画面，真紧就伫网络引起讨论。パンチ君に会いに来ました。写真撮ったりして、家帰って見たりしたい。胖翅一开始无惯势狗群，拢家己参翁仔耍，毋过无偌久就开始适应团体生活，甲狗群的互动嘛变侪。动物园表示，伊即马已经愿意离开管理员，家己去找物件食。23迄天，共2只狗来替伊乱摸，表示友好甲接受。はい、さっきも見てまいりましたが、群れに徐々にですが、馴染んできています。因为想要看胖翅的游客实在太侪，动物园原本的卖票系统已经站袂牢，必须出动所有卖票人员到门口。动物园更加是为下晡3点开始，就无阁互访客入场。胖翅的人气毋但引起民众的疼惜，嘛互这间动物园受到毋捌有的关注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